珠海房價差距最大嘅板塊，你哋知唔知係邊度啊？房價由100萬到千幾萬，呢度都有，而且佢仲係珠海呢2年成交最火爆嘅板塊。無論你係剛需定係改善、買養老、度假，甚至投資嘅話咧，呢度幾乎都可以滿足到你。如果你準備喺珠海買樓呢個板塊真係一定要了解一下。我哋可以通過呢2年珠海新房成交嘅數據嚟睇，呢個片區內嘅3大樓盤一直都係霸佔咗成交前10嘅排名榜。就例如呢2年珠海改善最火熱嘅樓盤華發灣11號，由23年11月入市到依家，短短唔到2年嘅時間，1200套房就親盤啦。仲有我哋珠海百億地王項目中海環宇天下，每年嘅成交都係幾百套。喺20年，中海央企巨資104個億搶落呢塊地，就可想而知佢嘅價值所在啦。包括仲有連續幾年珠海銷售榜首嘅樓盤華發琴澳新城，都係誕生喺十字門呢個片區。所以喺當下嘅市場能夠得到大家嘅認可，證明一定係有佢嘅優勢以及性價比。起碼真金白銀淘出嚟嘅結果我認為大概率唔會錯，數據亦都唔會呃人嘅。如果大家係想要了解十字門依家仲有啲咩樓盤喺度賣緊，包括賣緊又係幾多錢，我呢度有一份成個十字門當下所有在售嘅樓盤最新匯總，以及成個十字門嘅全景航拍 VR， 你攞呢個翻去每一處嘅角落頭都可以睇得一清二楚。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可以評論區打十字門，我將呢2份資料可以免費發俾你。